你知道出去玩还可以拿奖金吗？只要你是18至35岁的中华民国国民，出生年月日需在79年1月1日至96年12月31日之间哦。只要在114年6月30日前到户籍地乡镇市区以外的全台70个客家庄游玩。例如户籍在苗栗头份，只要到头份以外的任意客家庄游玩，并拍摄15至45秒的短影音，获选影片就可以领取2500元的奖励金哦。登录活动官网上传影片就可以喽。记得影片里要出现5句不同的客语，并在全片里压上活动的专属 logo。接下来看看我们的示范影片吧。安卓凤阳来了，好漂亮哦！徐梦英，可以帮我拍一个照片吗？没问题，没问题。李团长来了，老板好，哎，你好，你好，欢迎欢迎。老板，我们想要2份板条。哦，好，多谢。这客家板条，来重款的，同时哦，我说你。这个板条真的很好吃哎！还等什么？参加活动就是这么简单。只要点进以下网址，或者是扫描 QR code， 再将影片上传至活动页面，就可以拍片拿奖金哦。大家赶快就上来客家庄玩吧！